夜間上，喺香港某個被時代所遺棄嘅舊式屋邨入面，有一間便利店，就好似瘡疤一樣寄生喺混凝土最深嘅深處。招牌上面嘅光管已經變得腐朽，只係剩低一絲微微嘅燈光，彷彿一對患有白內障嘅眼球喺半夢半醒間，痴痴呆呆咁樣凝視住呢一片連垃圾都懶得飄過嘅死角。L 38歲，佢嘅身形瘦削到就好似用紙剪出嚟嘅人形咁樣，着住一件明顯過大嘅殘舊制服，左邊嘅胸口歪歪斜斜咁樣掛住名牌，上面寫住 L。呢一件制服嘅領口寬鬆到好似裹屍布一樣，彷彿呢套衫根本唔屬於任何一個血肉之軀，而係留低俾一啲仲未命名或者已經俾人註銷咗嘅職位代號而預留。L 面色慘白，眼窩深陷到好似骷髏骨一樣，嘴唇乾裂爆拆，行路嘅時候完全冇聲，就好似一隻未嚟得切登記嘅遊魂，唔小心咁樣闖入咗人類嘅活動範圍。長期嘅失眠令 L 陷入一種清醒嘅夢遊狀態，世界同生存對佢嚟講都只不過係由熒幕反光、條碼掃描聲，又或者係舊式時鐘因機件故障而發出嘅滴答聲所構成嘅幻影劇場。每晚嘅8點至到凌晨4點，L 都會準時咁樣去到便利店返工，毫無意識咁樣重複住同一個表演項目，演住同一頁嘅劇本，掃描、收錢、多謝，然後望住客人離開。演員只有佢一個，甚至連觀眾都係得佢一個。夜晚便利店嘅顧客非常稀少，多數都係嗰啲飲醉酒嘅酒鬼、流浪漢，又或者係眼神空洞嘅獨行者。有時候成晚都係得一個人入到嚟買罐啤酒，企喺門口一飲而盡，連目光都懶得施捨。又開始懷疑自己會唔會只係呢個空間入面嘅一件家私？唔係。應該係用塵埃嚟形容比較貼切。佢嘅存在就好似由雪櫃發出嘅低鳴聲、光管嘅閃爍，又或者係掛喺便利店角落入面，時間永遠停喺下午11點59分嘅電子鐘咁樣。雖然存在，但係從來都冇俾人確認過。有一晚，雨落得特別大，雨聲密集到好似有千千萬萬隻手用指甲刮落鐵皮度。有一個着住黑色雨褸嘅客人入咗呢間便利店，佢將雨褸嗰頂帽拉到好低，成塊面都埋咗入去，喺貨架上面攞咗一袋麵包之後，慢慢咁樣行去收銀台前面。佢放低咗袋麵包同硬幣之後，用沙低沉嘅聲線問：你係點樣先知道自己係真正存在過？又呆咗一下，但係佢隻手依然機械式咁攞過咗嗰袋麵包，掃描，而且佢心入面發出一段荒謬嘅自問：如果我唔存在，你又同邊個講緊嘢呢？又慢慢咁樣抬起頭，想睇清楚到底係邊個會提出啲咁奇怪嘅問題，因為佢覺得呢個問題喺呢個時間、呢個空間出現，顯得有啲莫名其妙。收銀台前面嘅黑衣人依然係耷低個頭，靜靜咁樣企喺度，等緊我嘅答案。而雨水沿住佢嘅雨褸一直咁樣滴落地上面，滴答、滴答、滴答。呢種聲音同雪櫃發出嘅低鳴聲，喺呢個時候交織出一段令人感覺到壓抑嘅旋律。又用力咁眨咗一下眼。佢再擘大眼嘅時候，對方已經消失咗。但係喺收銀台上面嗰袋麵包同幾個帶住水漬嘅硬幣，又係真實咁樣存在。收銀機喺呢個時候慢慢咁樣印咗張收據出嚟，上面印住交易取消，原因實體未註冊。自從嗰晚開始，我嘅世界由邊緣開始剝落。就好似潮濕嘅牆紙咁樣捲曲，然後剝離。夜間續，從嗰一晚開始
有嘅生活就起咗變化。起初只係一啲好微細嘅異常，例如喺便利店入面儲物室嗰道門咁樣，明明已經鎖住咗，但係隔咗幾分鐘之後又無端端自動變成虛掩，而且無論起鏡入面或者其他嘅反光面都好，有嘅倒影總係慢半拍，而且手機總係會喺7:59嘅時候自動關機，但偏偏又會喺8:01嘅時候重新開機，咁就啱啱好錯過咗佢預設嘅響鬧時間。彷彿宇宙本身已經慢慢咁將呢個人由正常序列入面剔除，但係有嘅認知話俾佢聽，呢一啲只不過係長期失眠同埋過度疲勞所引致嘅幻覺。當時嘅 L 仲係堅持留喺便利店嗰度返工，因為唯有喺鋪入邊，佢至少會俾人察覺，哪怕佢喺顧客眼中只係一瞬即逝嘅背景噪音都好。但係好快，就連呢個最後嘅錨點都開始腐爛，然後失衡。對 L 而言，佢只係想維持所謂嘅秩序，但隨住佢嘅世界不停扭曲變形，嗰啲無法扭轉嘅異常反而變得越嚟越嚴重。有一晚凌晨，當又踎喺度整理貨架嘅時候，眼角瞄到雪櫃玻璃門上面嘅倒影。今次佢唔再係慢半拍，而係企咗起身，嘴角慢慢咁上揚，做出咗一個超級市場促銷海報上面成日見到嘅標準化笑容。又同佢個倒影對望咗幾秒之後，就即刻衝咗入去休息室。佢反鎖咗道門，再用毛巾將所有可以反光嘅嘢全部都遮住，然後坐咗喺個紙皮箱上面，合埋對眼深呼吸，盡力令自己冷靜落嚟。當佢啱啱合上眼嘅時候，就喺眼角睇到一串好細嘅數字，好似倒數計時咁樣，98.34%、97.21%、93.05%。到咗呢個時候，又終於開始意識到，佢依家係俾個世界逐步咁樣刪除緊。於是佢開始搏命咁為自己留低一啲痕跡，例如寫筆記或者便利貼，甚至用一啲瓦物喺收銀台嘅底部刻上優字。但係每次當佢想睇返嘅時候，就會發現筆記變成一串串冇辦法解讀嘅代碼，喺台底留低嘅刻畫痕跡就會化成條碼咁樣嘅粒槽，而且便利貼上面寫嘅嘢全部都唔見晒，但係就換成幾個打印出嚟嘅字。嚴禁干擾系統運作，而最得人驚嘅係有所聽到嘅聲音，一種由電流同埋雜亂信號所交織出嚟嘅噪音。雖然呢啲聲音喺外界並唔存在，但係又好似追蟲咁轉咗入去友嘅耳朵深處，嗰種感覺令人覺得嘔心、窒息，但係同時又揮之不去。同時店入面嘅雪櫃亦都唔再發出平時嗰種低音嘅嗡鳴聲，取而代之嘅係用扭曲嘅聲線去重複住友平時所講嘅說話，例如歡迎光臨、找花3蚊、多謝。而且嗰種音調變得越嚟越尖銳，就好似將友嘅靈魂由聲音開始逐步蒸發，將佢嘅悲鳴化成數據塵埃。夜間完，幾日之後，依然係一個落住大雨嘅夜晚。呢個時候又變得更加憔悴。喺同一晚，嗰個黑衣人再一次嚟到呢間便利店。今次佢冇戴帽，任由嗰啲濕立立嘅頭髮黐佢塊面上面，因為咁樣佢嘅五官依然係冇辦法睇清楚。今次佢乜嘢都冇買到，只係好慢咁樣行去收銀台前面，用一種帶住挑釁嘅語氣好細聲咁樣問：其實你仲記唔記得自己個名㗎？呢個問題本身就係一個唔需要思考就可以輕易咁回答嘅問題。講自己個名出嚟本來就容易到好似呼吸同心跳一樣咁簡單。但係當又正想開口，準備毫不猶豫咁樣回答嘅時候，
佢嘅腦海突然之間一片空白。呢種震動同埋恐懼並唔係嚟自單純嘅唔記得而產生，而係感覺到佢嘅世界真係開始崩塌。呢個世界上面最恐怖嘅嘢唔係遺忘，又或者係被遺忘，而係從骨子裏對自己嘅存在產生懷疑。一個人連自己個名都唔記得嘅時候，咁係咪代表呢個人過往嘅人生，所有嘅記憶其實都係一場幻覺？咁樣又會唔會代表其實自己從來都未真正嘅存在過呢？喺呢個時候，成間便利店都安靜得可怕，就連嗰個黑衣人喺頭髮滴落嚟嘅水聲都聽到一清二楚。佢似笑非笑咁樣望住 L， 而 L 嘅手心開始出汗，喉嚨亦都變得乾涸，心諗點解一個咁簡單嘅問題，我冇辦法去回答呢？正當佢陷入沉思嘅時候，黑衣人又再次用佢冰冷嘅聲線同優講：主系統已經將你刪除，你亦都唔需要再存在。乜嘢唔需要我存在啊？我咪就係喺呢度囉，有大叫我每日都返工、執貨、掃碼，我呼吸，我心跳，我仲同你講緊嘢。黑衣人打斷咗佢：乜你認為你有呼吸、心跳、有返工就代表你存在咩？佢再伸手指一指有心口嗰個名牌，繼續講：你自己仲記唔記得上一次有人用你嘅真名佢叫你係幾時嘅事？由頭到尾，到底係你自己認為自己存在，定係主系統允許確認過你嘅存在？又聽完之後呆咗喺度，佢絞盡腦汁咁樣去回憶起嗰一日，嗰個時候，好似有人真係叫過我個名嘅。同時，佢下意識咁樣冚住佢心口，佢以為會感受到因為緊張而引起嘅強烈心跳。但係呢一刻，佢所感受到嘅係胸口傳嚟嘅一片死寂，完全冇心跳嘅起伏，亦都感受唔到肺部嘅擴張同收縮，甚至連最基本嘅體溫亦都唔存在。又驚到衝咗入去休息室，對住塊鏡大嗌：我就係我，38歲，住喺啟業邨7座312號室。我唔單止係有，我個名叫。喺呢個時代，鏡入面嘅倒影打斷咗佢，聲線冰冷到好似機械合成咁。同友講，啟業邨7座喺2009年已經清拆，依家嗰度係一個停車場。就係嗰一刻，又徹底咁樣覺悟，其實佢從來冇活過，又或者係佢曾經活過，但係由頭到尾都冇真實咁樣存在過，從來都冇人察覺過佢嘅存在，連佢自己都一樣。所以到最後，現實就將佢刪除。拆卸咗嘅樓宇可以喺歷史文獻入面揾返出嚟，但係有啲人就偏偏單薄到連數據庫都懶得去收錄。而呢間便利店只不過係一啲殘存意識嘅緩衝監獄，俾有呢種人繼續無意識咁重複住所謂嘅人類行為，直到佢哋嘅存在值歸零。而有眼角所浮現嘅倒數數字，或者就係主系統留俾呢啲被刪除者最後嘅仁慈。而家台面嘅收銀機又再響咗起身，好似想印啲乜嘢出嚟咁樣，但係唔理有啲乜嘢印出嚟都好，都冇辦法睇到。雨從來都冇停過。
便利店門口嘅招牌亦終於熄滅，就好似一對攰到極點嘅眼睛，終於合上。